各位香港嘅老友記，講出嚟你哋都唔信。今次周老闆咁大個仔都係第一次着古裝嘅，嚟到西安為大家揾到呢個體驗感十足嘅大秦主題禮宴，一邊用餐一邊感受秦風文化。有嚟，我哋嚟到呢叫臨潼呢個地方就好得意喎，換晒啲秦朝嘅衫喺度食一餐飯。呢度呢就比較近呢個兵馬俑，所以呢臨潼呢度呢我哋食一餐呢分餐嘅。咁喺呢一度呢就會係有呢一個前菜啦，咁最重要呢就係有一份呢啲大秦禮宴啊，咁入邊有個菜單喺呢度着住呢啲咁嘅衫，品嚐下，大家再介紹落嚟睇一睇有啲咩食啦。好多老友以為西安淨係得麵食，其實呢度嘅美食呢選擇非常豐富嘅，口味亦都好貼合我哋香港嘅朋友。今次波士假期精選嘅餐廳全部都係黑珍珠啊、百年老店啊，以及呢一個各類獲獎嘅名店，避開單調而普通嘅團餐。每間餐廳每道菜式我都親自試味把關，保留住地道嘅風味嘅同時呢，又可以就下香港人嘅飲食習慣，確保我哋香港嘅老友都啱晒胃口嘅。西安優質餐廳非常多，我都會結合遊玩路線綜合挑選，確保大家準時用餐，玩得舒心，食得開心嘅。無論係古風主題宴席定係老牌嘅特色食府，用餐環境都舒適雅致，每一處細節我都反覆對比篩選，務必都讓大家餐餐滿意。波士假期主打高品質出行，玩得盡興之餘品嚐當地嘅特色美食。想了解更多嘅行程，持續關注我哋美味假期。8月25號西安波士假期見。